今天是个下雨天，在家里吃个火锅，老火锅。就是这种，那么不太熬，那么简简单单的牛肉、猪肉、菜就完了。煎这种是中间是烤，边上是煮。首先先涂一层油，这样烤肉的话就不会粘锅了。因为怕有油烟嘛，就在外面吃，就在外面。对，这是我们在外面烧火的地方，在房子的外面。在这边倒是可以烧炭，这个炭都是用那种，他们就卖丢，这种炭很耐烧的。是一种长着很多刺的一种树，砍的话，它那个皮下有那个红色的汁液流出来，然后用这种烧出来的炭很耐烧，吃火锅啊什么的很合适的。这是老挝专门吃火锅用的那个酱料，自己再根据自己的口味再添加一些东西，放点姜蒜，这是冲好的姜蒜，然后再加这个就行了。OK。开始烤了。做成心母了。心母啊，你看。今天是七夕节。妈妈，好了没有？我肚子饿了。妈妈正在弄，不要奇怪。我太饿了。那你凳子就找个凳子来这里周，有几块了没？你先吃吧。不是给你的啦，你要想弄多一点。行了，先吃那些。青菜拿一根，粉丝也可以了。我不喜欢，我不太喜欢粉丝。不喜欢要吃啊。想好就好一点，才好吃嘛。再煮一下吧。
去，来，这边。还不吃生肉呢？还想着吃啊？没有。掉那个，有那块。也煮烂了，来着。我用一个兔子来看，兔子给狗吃。我的碗拿来。